主后2025年12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遍搁一遍拯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尼米记第9章第10到38节。现代单语版圣经尼米记第9章。共迄个24日，以色列人自执禁食，穿满衫，散涂粉。以色列的后代甲所有外族人断绝关系，因拢徛伫认家己的罪甲因列祖的罪过。因徛伫用3点钟读上主因的上帝律法一册，搁用3点钟认罪敬拜上主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仔巴尼、甲灭是巴尼、布尼是利比、巴尼甲基拿尼徛伫台顶大声哀求上主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仔甲灭、巴尼、合沙尼是利比、何地雅是巴尼、比他希雅讲：着起来称赞上主恁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上主啊，愿你荣光的名得到学乐，超过一切的上赞甲学乐。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顶的天甲天顶的万象，搁创造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所有。你赏赐性命予万物，天君嘛敬拜你。你是主上帝，有拣选亚伯兰，带伊出加勒底的乌尼，甲伊改名做亚伯拉罕。你知伊对你忠实，甲伊立约，应允将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亚布斯人、吉加撒人的土地，予伊的后代，搁实现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你有看见阮的列祖伫埃及受苦，听见因伫红海海边的哀求。你知埃及人压迫阮的列祖，你惊神掠奇事，攻击法老伊的人神，甲伊国内的人民。你就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你伫阮的列祖面前，甲海分开，予因对海中行大地过去。你将坠入因河，迄伫深海，亲像甲石头迄落大涌。日是你用云条带因，暝是你用火条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降临伫西奈山，对天顶甲因讲话，赏赐因正直的命令、真实的律法、好的规例甲诫命。你予因知你安息的圣日，通过你的仆人摩西用诫命、规例甲律法教示因。因枵的时，你对天赏赐美牛。因喙焦的时，你予石盘出水，搁叫因着去承接你立誓要予因的土地。但是阮的列祖骄傲自大，硬心毋肯悔改，无听趁你的诫命。因毋肯顺趁，无纪念你伫因中间所做的奇事，竟然硬心毋肯悔改。家己设立领袖，专心背逆，想要滑倒去因做奴才的地。总是你是欢喜赦免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无快受气，有满满慈爱的上帝，嘛无放杀阮。因虽然煮一只牛仔，讲这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安尼大大亵渎你。
毋过你有极大的怜悯，无放杀因伫旷野，日时分条无离开因，带因行路；暝时迄条嘛无离开因，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想使你良善的神来教示因，无收回你的吗哪，互因无物件通食。因喙焦的时，犹原想使因有水通啉。伫旷野40年久，你养饲因，互因无欠客半项，因的衫无破，因的骹无碰拍。你将列邦甲遐人民交互因，将周围的土地分互因。因得到希实本王西宏的地，甲巴珊王噩的地。你互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带因到你应允因列祖要互因承接的地。因的子孙入去承接迄个地，你伫因的面前制服迄所在的住民迦南人，将迄个地的君王甲住民拢交伫因的手，出在因的意思对待遐个人。因攻取坚固的城，肥的土地，得到放满逐款好物的厝体，甲开便便的水井。葡萄园、橄榄园，甲真侪果子树，因得到食饱，身躯肥，因为你的大恩，心内快乐。毋过因竟然毋顺趁，背逆你，将你的律法ฮ็伫骹脊后。因刣死苦劝因归向你的先知，大大亵渎你。所以你将因交伫对敌的手，互因受苦楚。因拄着苦难的时哀求你，你就对天顶压落听。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互因有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对敌的手。因享受太平，煞搁伫你的面前做歹。你去杀因，甲因交伫对敌的手，受对敌管辖。因活倒转求救你的时，你犹原对天顶压落听。照你的怜悯，一遍搁一遍解救因。你劝诫因，爱因活转顺趁你的律法。毋过因骄傲自大，毋听趁你的诫命，违背你的命令。人若遵行，就会得到活命。镜头越走，疑心固执，毋肯听趁。你宽容因真侪年，你的神通过你的先知劝诫因，因犹原毋听趁，所以你将因交伫列国人民的手。毋过，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你无消灭因，无去杀因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。但阮的上帝啊，你是至大有权能，通敬畏、守约施仁爱的上帝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先知、列祖，甲你的子民，对亚述列王的时，到今仔日所受一切的苦难，求你毋通看做小看。你是公义，你的所做信实，阮所做拢是歹，所拄着的是罪该应得。阮的君王、领袖、祭司、列祖，拢无遵守你的律法，毋听趁你的诫命以及你劝诫的话。因伫因家己的国家享受你赐予因的福气，住伫你所赏赐宽阔肥水的地。因竟然无服侍你，嘛无活转离开家己的歹所行。阮今仔日做奴隶，你赏赐阮列祖即块土地，互因通享受果子甲好物。阮竟然伫遮做奴隶，
因为阮会做即个地出产的米，拢归伫列王，你设立因管辖阮，出在因的意思，管辖阮的身躯，甲阮的精生。阮伫患难中真艰苦。这个代志了后，阮心中立约，写做文书。阮的领袖、利未人甲祭司拢签名烙印，一遍搁一遍拯救。笔者捌写过一篇文章，投稿台湾教会公报，内容讲到阮阿公防遗忘的过去。阿公捌担任华兴电影公司的摄影师甲编辑，搁创作一部电影的剧本。若毋是读新南院的时写这份作业，互我有机会挖掘这段历史，阮阿公迄段精彩的黄金岁月，可能就对着伊的过身，互厝里的人遗忘了。侪年了后，我发现迄篇文章的网络版有人留话，原来是当年电影中主角的囝看到文章有感而发，感谢迄篇文章唤起伊对早期台语电影的记忆。这段留话，互我意识到，毋仅是我，真侪人拢需要透过不断重述故事，才袂互过去受遗忘。信仰也是安尼，若无一遍搁一遍被传讲，就会亲像铁路家迄个讲的，历史互咱唯一的教训，就是咱无法度对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。当以色列人听完上帝的律法了后，深深明白因为虾米会落入今仔日的光景，更较清楚家己和祖先所犯的罪，也更较感谢上帝怜悯甲恩典。因为安尼，7月24日，以色列人组织做伙禁食，因穿麻衫，撒涂粉点伫头壳顶，为因的罪忧伤。利未人开始敬拜，宣召了后，以色列人做一遍历史回顾的恳切祈祷，对俄勒上帝创造天地开始，讲述伊竞选亚伯拉罕，带领伊的一生，甲伊立约，使互伊甲伊的后代应允之地。接续摕到上帝行新约，带领祖先出来及因却用金牛仔亵渎上帝。总是上帝并无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犯罪去杀因，反倒赐福因带因。不过安尼的故事不断重演，上帝互以色列人伫迦南地得胜，因却甲先知杀害，一遍搁一遍侮辱上帝。每一遍，以色列人拢等到因互受到征服，才想起上帝。所以上帝并无毋插因，反倒转彰显怜悯的心，一遍搁一遍拯救因。透过祈祷反省过往的历史，因深知家己甲祖先的过错，以及上帝的怜悯，最后决定重新甲上帝立约。咱了解家己家族信主的故事无？了解咱祖先的信仰行过的失败甲悔改历程无？是毋是有将安尼的故事讲互咱的后代听，互因警惕，莫步入后尘，搁提醒因记牢上帝的恩典。信仰的实践毋简单是咱今仔日有做甚物，包括咱祖先过去经历的一切，和咱所经历的拢是。咱的生命故事是信仰实践的延续，
咱通伫过去诶记忆中找到得侪上帝故事，常时也安尼诶记忆中看见上帝怜悯甲恩典。对一遍搁一遍诶讲述中，咱会发现家己真实行过信仰诶脚跡，愿咱搁较侪聆听甲分享信仰诶故事。默想，顶一次伫家庭聚会中分享见证是甚物时阵？我个人和家庭有甚物需要悔改诶故事，也是见证上帝恩典诶故事？伫顶一遍家族聚会中分享见证是甚物时阵？我个人和家族有甚物需要悔改诶故事，也是见证上帝恩典诶故事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历史诶主啊，感谢你赐恩典，互我成做你诶儿女。求你恩膏我诶喙，互我持续分享这恩典诶故事。奉主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